到早，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宜兰东山乡一大人家厝昨暗火烧，直直呛乌烟，佮传出有人受困。这消防队是赶到现场来救出一个38岁查甫人。规身躯有45拍的烧烫伤，是赶紧送病院去抢救。而且这火嘛，真紧就已经拍花，详细火灾原因也搁来等待调查。大火一直对内底传出来，消防人员布水线抢救。宜兰东山乡城路一栋人家厝，21暗时9点多传出火烧，消防局接到通报，出动第2大队、几啊队分队前往拍火。平常这边是住谁啊？外佣。大火那像是一间有咧睡人的人家厝，平常时是有台湾人甲外国人士咧出入。厝边讲无清楚睡人的背景，现场传出有人搁伫咧内底，消防人员赶紧冲入火场搜救。伫咧2楼找到一个38岁细龄的查甫人，规身躯有45拍2度烧烫伤，意识无清楚，赶紧送医。他是隔壁到2楼去抢救，那不幸都是在这2楼后侧受困，经由我们人员所以就把他找到，然后送医。因为这户人家厝出入复杂，消防继续搜救，加在真紧就确定讲无其他的人搁伫咧内底。火烧到9点46分拍花，烧掉大约50平方米，详细导火原因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中联油脂的油验出致癌物质，检方甲食药署的调查小组昨去抢房来调查原因。卫生部也发现讲，这中联油脂对去年开始就甲黄豆热损伤的验收标准放零10倍，有可能就会造成这款苯便秘超标的情形。因为目前是有19批的产品检验合格，是会当搁再重新上市。油品苯便秘超过标准的前期咧均价，伫台中的中联油脂工厂1日早起8点外，道检方甲小署独立调查小组过来抢来检查，按算1礼拜来完成调查。中联进前才被发现暗含部分的油无确实停报日期，即马有调查结果指出，中联会自2015年开始就放零黄豆原料验收的标准。豆子呢，因为熏蒸没有办法那么均匀，烧了之后呢，会超灰搭一样，所以100颗豆子里面呢，有0.5颗，就1000颗有5颗以下，原来0.5%，后来允收标准他们调整成5颗以下。乡志公指出，台湾伫2016年4月到即马了后，买黄豆啊，主要是巴西来，因为湿度较悬。黄豆采收了会先用混蒸来保存，业者将黄豆热损伤率标准为0.5帕，放零10倍，就可能互苯便秘超过标准。会按照这个事件的风险评估、涉及层面跟它的影响程度，那么来这个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赵忠龙表示，针对跨辖区的食安事件，会比较疫情时期开设食安事件指挥中心，同时对外发布信息，避免中央甲地方无共调。厂商若发现产品有记录，煞延迟通报甚至知情不报，法律金额上限也会即卖300万提悬10倍到3000万。从这一个食品的下架、预防性下架，它的范围、程序，以及呢，在这个原因消失之后的处理方式，包含销毁，或者是已经是确认安全的预防性下架商品如何重新上架。那么这个我们也在这一次的修法里面会再把它融入进去。卫福部公告，全面检验部分已经伫20个项，除了已经查7批无合格油，加另外1批外销无检体，会维持全部明详价格启动消费定时。检验合格产品甲加工制品有19批，会马上个重新上架。卫福部强调，处理食安事件会遵照原校风管下面回收2大原则，进行明确规范，互各县市有同款的标准应照咧做。记者综合报道。
好，针对这件食案风波，在行政院昨下晡时邀请6都的首长去参加食案会议。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拢亲身去参加。因为昨早起，这罗秀燕是已经先参国民党执政的18县市来举行线顶的国事会议。伊也呼吁中央应该比较天然灾害来成立应变中心，总统赖清德就应该召开国事会议。台中市长罗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高雄市长陈其迈日下昼受邀到行政院参加食案会议，讨论食案快修法。罗秀燕迄日早起，先是号召全台县市举行反毒油线顶国事会议，华南镇也有18县市参加，另也全数拢无出席。针对总统府呼吁地方政府公开最近几年稽查结果，即以过去8年来，台中市府只针对中联抽验过1摆。罗秀燕强势发击，强调地方真辛苦，中央煞有人无用咧攻击。中央并没有准备好，你们要修法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它到时候要实施全国。第二个，它也要有效的管理这个食安。所以我们建议你们内阁、你们这个中央的各部会之间，可能要就你们修法方向，要能够彼此看过，达成一致。那我觉得在时间上，如果行政部门他们能够先再一次的整合好，我想在整个修法的行政上面才会更有效率、更快速。罗秀燕表示，线顶会议的共识，毋望重大食案事件比较天然灾害，成立中央应变中心，采取全公布、全落市的关键。化成总统赖清德邀集地方召开国事会议，蒋万安是邀请陈其迈日5以北部官的身份，就开导抗议，和陈其迈泼冷水，及民众无希望看到行上街路。食安民众的问题应该是放在最前面嘛？那大家可以谈，可以合作，在整个通报系统怎么样能够整合，让它更有效率，包括自主通报的责任要加强。食安必须依照科学的检验，食安必须依照科学来厘清真相，食安必须依照制度来守护。陈其迈建议成立食安委员会，交予公正的第三方来做风险评估。对那也批评中央看白的李慧芝强调，食安无妥协的空间。各一摆表示政府有查抢、有流向、有落市。食安快修法23会提报行政院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最近就有一项催婚也互验出假传，都有议员是批评市府急放放，讲台南市5月底明明就验出问题来通报新竹市府啊，卫生局煞拖到7月18才来公布，造成有假传的催婚是无法度即时落价，即马回收率无到2成。守食安要及时，护市民别选择。发口号要求市府对民众食安全负责。新竹两金牌催粉顶礼拜因为验出假传，予卫生局下令落价回收。有新竹市议员出面指控市府，讲今年5月底催粉伫台南就已经验出问题，通报新竹市卫生局。市府竟然慢2个月才对外公布，害民众早就把有问题的催粉食入腹肚内。抽查出验结果早就已经出来，甲醛超标。那就算呢，你需要复检，迟至6月底复检的结果一样甲醛超标，当时候就应该同步来公布，结果又隔了3周，7月18是否你才公布？我们认为这就是盖牌啊，不然什么叫做盖牌？隐匿这个消息，勒令停工，但是我们市民都不知情，就这样放任产品流窜了3个多礼拜哦。针对议员的质疑，市府回应接到通报了，第一时间就随发动食品安全事件处理厅事，依法展开稽查、抽验、回收，一切拢有按照中央规定来做，绝对无暗砍也是拖延的行为。市府是自从接获通报开始，就持续的采取各项管制的措施，绝对不是7月18号才开始处理，更也不是外界所称的没有要求业者停止生产。我想食品安全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市府所有的作为都有完整的时间轴跟行政程序，可以供大众来检视。另外，议员也指出，过去新竹土豆酱是伫桃园验出问题，这摆催粉有外县市验出假传，食品的把关拢爱靠别的县市来通报，也批评新竹市政府伫食品安全防护顶悬有正大的问题。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拢是好天小热，普遍有33至35度。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高温的资讯，有可能会热到超过36度。
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今仔日拢好天，只是部分地区过道可能会落雷公雨。其中桃园以北、南投、云林以南，也有各地山区有机会会落大雨。或者全球的新冠疫情今麦又搁加悬，咱的疾管署也公布，顶礼拜国内因为新冠肺炎就医的人次是增加66.5%，所有高风险的族群得要赶紧去注意防晒。而且也包含流感等等的传染病嘛，当咧看，所以提醒大家出入较侪人的所在，也是要挂喙罨、接洗手。病院大厅人客甲通通，虽然是热天，不过不少人来看医生拢是因为感冒。也反探最近病毒实在真强，想要比拢比无路。要防备很困难啊，因为到处都有人感冒啊，疫苗好像没有用了。现在要没办法，就是会传染到了，怕被传染啊，然后也像我的年纪已经要近80了，免疫力也降低了。全球疫情情况国内也对咧紧张，疾管署日已公布上新监测数据，第28礼拜国内新冠问急诊到负4766人次，比前一礼拜清关66.5%，显示疫情出现升温的趋势，正式进入流行期。其中有超过9成之的重症病例拢无注这一季的新冠疫苗。从去年10月1号到现在，总共有160多例的一个新冠并发重症的一个个案。那在这160多个个案里面呢，没有接种疫苗的一个个案呢，超过90%以上。疾管署表示，已经有抢救抗病毒药物甲新冠疫苗，呼吁高风险族群要赶紧来做，避免引起重症。临床第一线医师也表示，这摆疫情确实来势真凶，门诊的人数差不多成长2到3成。除了新冠以外，流感甲真济病毒也广播流行。暑假其实开始大家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那所以其实出国的就会开始有一些跟国外的接触，会带一些国外的病毒株进来。其实现在大家对口罩这件事情，其实开始大家觉得越来越不太需要戴了。医师表示，疫情有估伫8月中以后，甚至到中秋节左右会达到高峰。提醒民众出入人较侪，或者是密闭空间，也是爱挂喙罨、搁来洗手。若出现疑似症状，应家己先快筛，搁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咧去年底正式消除4型的肝炎，比这世界卫生组织定的目标是搁提早5天来达成。不过医学界嘛表示讲，咱伫咧消除 B 型肝炎这个部分，还阁有一段路要行。呼吁政府建立一个照护标准化流程来追踪甲治疗，希望台湾会当伫咧2030年进前完全消除 B 型肝炎。根据卫福部的资料，肝癌、白癌前4个前3名，肝病佫互人讲是台湾的国病，因为 B 型甲 C 型肝炎会造成肝的发炎，长期落来就会对慢性肝炎变做肝硬化，甚至是肝癌。伊这袂疼吼，惊着就是患者拢等较足严重，较来治疗吼，足可惜。咱即摆法度甲讲，这慢性肝病3部曲甲冻掉的，莫互发炎。医生也指出，有一半以上的肝癌甲 B 型肝炎有关系，而且40岁以上的台湾人，更有10%的人是 B 型肝炎的带源者。20日，立法院护sinh會招專家甲國健署、健保署共同討論消除 B 型肝炎相關的對策，呼籲政府建立基層 B 型肝炎照護標準化的流程，檢查是陽性了後，閣要有追蹤治療的計劃。那我們可以希望能夠把病人分成低風險、中風險跟高風險。那如果是屬於高風險，也就是說他得到肝癌風險比較明顯上升的，那或許我們胃腸肝膽科醫師就會開始使用適合的藥物來幫助他們，希望能夠減少肝硬化跟肝癌的一個發生。我們在去年8月又把篩檢的資格放寬到民國75年之後出生，也就是39歲到79歲的國民都可以接受一次的 BC 型肝炎篩檢。那去年擴大的這個族群也有14萬人響應。台灣已經在去年底正式消除 C 型肝炎，比世界衛生組織定嘅目標佫提早5天完成。不過 B 型肝炎又是國人肝癌上主要嘅源頭，醫界希望政府建立 B 型肝炎相關嘅檢驗、追蹤、照護嘅標準流程，讓台灣也會當在2030年進前消除 B 型肝炎。記者歸由記者歸零台北報道。
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咱先来看联合报。中国的直升机拜1的时头一间飞过大海的中线，而且伫咱国军的现航区长时间活动，就有专家咧烦恼，敢是中国的直升机要伫大海进行广大训练。再来看《中国时报》，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土缴采取法修法，违法污土缴相当罚2500万，若准害人死亡者相当会当判无期徒刑，搁罚到1亿。落尾是《自由时报》，家己的民雄甲起航负责人涉嫌伫咧店内便所装镜头偷翕，已经互检方起诉，公布店名甲地址。或者涉嫌偷翕人上便所的负责人，毋但有开真侪音乐班，甚至搁有伫咧学校做社团的老师。16个受害者内底，就有10个是未成年。嘉义县的教育处就表示讲，会将这判决的结果登录伫咧无责任教师的系统内底。因为检方除了甲这负责人来提起公诉，嘛是有公开这间乐器行的店名甲地址，呼吁要去过的民众就要来主张家己的权利。大门部分铁门由来无营业，这间伫嘉义民雄的乐器行，今年2月去互民众发现便所好亲像有装监控摄影机，检警拘捕上门调查，现场查扣2台监控摄影机、3个硬碟，也甲8支手机啊，这些相关证物。老师啊，自己本身要顾到自己的作为，这个没有人可以接受。那我送小孩子去补习班，我也会很担心。民众感觉伤寒，因为乐器行若开真侪音乐班，涉案的4楼负责人也搁伫学校担任社团老师。检警清查偷翕的画面，发现为去年7月16到今年2月25，负责人拢总翕到16个被害人，其中有10个是未成年。判决结果也会送到不是人老师的这个系统里面。那各校在禁用社团老师的时候，可以查询这个部分，那他当然就不是属于合格的老师，会依照之后司法判决的结果，再参照我们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的规定来进行一个裁处。小案人6月羁押期满了后，转来到当地，而伊看到媒体赶紧关门，搁甲铁门救来，考虑公共利益，检方罕见的公开乐器行的地址，搁提醒捌去的民众要紧主张权利。严重侵害个人隐私与少年权益，被告涉犯刑法妨害秘密、泄露他人性影像以及儿少性剥削条例拍摄少年性影像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嘉义地检署2月起诉4楼的负责人，考虑伊对16个被害人分别犯案，检方嘛建请法院依法分论辩法，搁甲扣案的监控摄影机等犯罪工具宣告没收。记者采访报道。进前伫咧台积电有一位姓陈的妇女，和香港一个中国政治人员郑小虎，伫咧中国开公司，除了甲咱台积电的人才污走，佮偷摕台积电的机密文件。即马高检署是依照国安法等等，甲即个姓陈的郑妇女请求要甲判刑7档。因为郑小虎因为已经判病过身，所以无甲起诉。欢喜比战翕相，香港的查甫人郑小虎奉指控是中共政治人员来台湾吸收军人，经过检调侦办，意外发现，连台积电的主管嘛对咧变做是共犯。咱台湾各行各业，中国拢无放弃，一直发动渗透攻势。他们其实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全方面在收集各种情报啦。所以对台湾来讲的话，也许我们比较熟悉是所谓的军事情报的部分嘛。但是在商业跟关键科技的情报收集上面，其实也是对我们有共识啦。这阵强调的风波，高检署查出涉案的台积电姓陈的前妇女，从112年5月开始，9个月时间，涉嫌甲郑小虎伫咧中国设立中国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钓鱼股推行南海计划等等布局，要挖台积电人才去中国食头路，佮非法订做21件台积电机密文件，走转去储蓄，想要互中国来用。台积电不单单在制程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甚至在整个的后段的 IC 先进封装的部分的话，其实也是独步全球，所以这一定也会加深了其他的半导体竞争对手想要来挖台积电的人才机密。因那这个在爱台积电前妇女，互高检署批评，无顾产业伦理甲竞争秩序，想要甲中国半导体科技发展斗相共，犯行非常不可取。依国安法甲营业秘密法等罪嫌起诉，求刑7档。这嘛是全台湾头一个咧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留去中国互起诉的案件。因那另外一个嫌犯郑小虎，是因为已经伫咧看守所判病死亡，依法无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前海军的副参谋长徐武朝涉嫌伫咧2019年做左营后勤支援指挥部指挥官时，甲人摕上百万的空美奖。暗号业者摕到供电标案，这检方时已经约谈10外人到案，其中有2个人以10万块交保。因为徐武朝甲2位业者是方申请羁押禁见。因应我们共军海上的一个行动，我们任务会做一个调整，我们的休期也会配合的做一个调休。面对朱立南受获比这期无照时间有延前，迄时阵的海军副参谋长徐武朝亲身说明，已经伫去年办退伍，即马煞个限入前期，被指控伫做组织部指挥官的期间，牵涉贪腐风波。那你说他权力有多大？他权力非常的大，因为我讲白点，这个营区的围墙之内，他都有权决定，他有没有批准？好，比如说我采买 A 还是采买 B 的权利，当然有啊。徐武朝是海军官校79年班毕业，被控伫2019年伫左营后勤支援指挥部担任指挥官时期，利用将关辖区的招标业务机会以私收8万块口，涉嫌互行特定供电业者摕到厝顶太阳供电标案，合约总金额差不多5000多万。高雄地检署接到检举，伫1日发动搜查，约谈5个被告在内顶10外人到案。经过规模核实，有2人10万交保，徐武朝甲谢林、谢敖雄等3个业者是成压禁见。按理来讲，一关一关上去，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到底是个人的问题，还是结构性的或制度性的问题？那很难说。凶嫌这摆行动涉案的现体的军人，目前干来徐武朝一人，依照涉犯贪腐等罪嫌侦办，约定下第1日下晡召开。海军司令部是回应有关国有公用不动产设置太阳供电发电设备租赁案，已经有司法机关侦办，全力配合后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东的局势，伊朗要封锁红珠海峡，也门的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嘛，宣布要对沙特阿拉伯来实施海上的封锁。安尼中东2大关键海上通道面临着相同的封锁，冲击着海运，也搁加重全球的能源危机，恐惊国际货运甲石油又搁会起价。正当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展开连续12日的军事打击，使中东地缘政治危机进一步升悬的时，当年美国甲欧盟列为恐怖组织也门青年运动20宣布，即日起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تعلن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مجرم وفق 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سيدخل حيز التنفيذ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Houthis do not need to sink every vessel or maintain a naval blockade, which is impossible. Yet, a limited number of successful attacks or even credible threats can cause insurers to withdraw coverage, raise war risk premiums, and persuade ship owners to sail around the Cape of Good Hope.Which we saw happen. 青年运动是伊朗自称的抵抗核心成员，也是伊朗在中东的重要代理势力。因为协会封锁会使连接红海甲阿丁湾的曼德海峡陷入半水，甲荷姆斯海峡形成上重的海运危机。It's also one of the main alternatives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for example, oil flows through Bab al-Mandeb reportedly rose to around 5.4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红海南部门河曼德海峡一旦被关掉，会使沙特对亚洲的原油出口中断，更可能造成原本就减少10%的全球石油供应，更进一步减少7%。另外，曼德海峡的海底公签流量占全球17至25%，更加恐惊会影响美国伫中东的 AI 运算中心。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数据，美国全国的普通汽油平均介绍。20个起登到每加仑$4关卡，显示当地活跃的中东地缘紧张对全球市场的冲击佫一摆浮现。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美国最近是出现严重的环孢子糖疫情，已经有30个州出现病例，1000多人感染食歹腹肚。有调查就指出，这源头有可能就是来自青墨西哥维亚菜。不过因为这款寄生虫的暗作期有2礼拜，要详细追查恐惊是较困难。一份塔可比亚，一份墨西哥卷，看起来新鲜好食，煞可能将寄生虫当作食得多，因为美国当爆发大规模环孢子虫疫情。It's not simply an inconvenient stomach
flu or stomach bug that it's over in a day.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impacting people in a bit of a different way. 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sheer numbers across this number of states, this is why it ends up becoming quite notable. 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最早发现未足患者发病进前，拢捌食过塔克精加入菜色系的产点。调查也记录到墨西哥中部农场供应链，美生菜经过测试了后，分销到各大餐饮业。也毋过 FDA 原本检出阳性的检体，复检了后所证实是假阳性，也暴露目前检测技术的局限。And so that might be whatever that threshold is. That might have been right at the cusp of that. So that indicates that there's very little cyclospora in that sample, right? And so what they might have done is maybe retested it. And when they retested it, they didn't pick it up. There wasn't a hit. 除了检测无简单，环保自从上长会当暂护2礼拜，加上患者就医甲疫调拢爱时间，感染管追查也更加困难。There again, it's so challenging. Becaus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f symptoms aren't occurring 2 to 14 days later, and then some people are taking another week before they go to the doctor and in the testing, so you're looking at 3 weeks, that commodity from that food service restaurant or the grocery store, it's gone. 白宫表示，当甲联邦参地方单位全力提升检测和追查源头。塔克将也发声明强调，徛伫高度谨慎，已经无限期退落受影响供应商的菜色。台湾卫福部食药管理署已经确认，台湾最近3年拢无相关受污染的菜色输入记录，民众无需要伤过惊吓。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法国国会日已通过禁止15岁以下使用社群媒体法案，对9月初1新学期开始就要正式生效，而且扩大到高中的校园内底嘛禁止使用智慧型的手机啊。即马法国就成做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社群媒体禁令的国家。法国参议院甲下议院国民议会拟通过15岁以下禁止使用社群媒体法案，同时甲学校智慧手机禁令对目前的小学、国中扩大到高中。181 pour 279 contre 81, l'Assemblée nationale a adopté. 因应社群媒体对青少年身心负面影响愈来愈严重，离校社群媒体禁令一直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第2任期大力推动法案。法国国内有7成左右的民意支持，甚至连青少年族群也有6成支持立法。即马法案通过，法国也正做是欧洲头一个对青少年实施全面社群禁令的国家。Voilà le sens de votre vote aujourd'hui. Rendre à nos enfants la jeunesse qui leur a été confisquée. Je vous remercie. 按照法案内容，对今年9月初1新学期开始，15岁以下的囡仔禁止注册新的社群媒体口罩。2027年1月开始，社群平台来注销停用15岁以下现有的全部口罩。不过，专家认为这要做恐惊真困难。法国家长盖耶尔伊的查某囝，捌因为看抖音这社群媒体出现造心有自伤的行为，断伊1年半。徛伫伊的立场是完全支持立法。Ils sont plus puissants que des États. Donc voilà. Donc on peut espérer que quelque chose bouge. 另外一方面 ，OpenAI 宣布要扩大 ChatGPT 加入通知的功能。未来若是青少年使用者因为违反暴力威胁、网络霸凌相关的政策受到停权，那完成口罩联动的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就会收到通知，希望协助家庭介入，降低负面影响。这也是 OpenAI 继续加强未成年使用安全措施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国际有虾米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南美洲国家盖亚那一只渡船伫咧外海冰船，目前已经有41个人罹难，救到77个人。当局指出，这只船顶悬的旅客名单无确实，而且船员若像有食毒。美伊冲突扩大，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根本就也未结束，而且经过后一个攻击目标，可能就是伊朗境内无申报的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有媒体指出，中国的 AI 公司月至暗面推出的新模型测试表现拢超过 OpenAI 一寡美国的公司。美国财政部长就表示讲，要来调查中国敢有偷偷仿印美国的公司所做出来模型。
镜头转来看国内今年的城镇韧性演习，头一届要来演练行动网络受到阻碍，包含着14个县市拢有参与。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就强调讲，这不是要切断网络，是降低速度，而且也讲中部甲北部的人口占超过70%，唔才会优先来演练。民众生活手机也离袂开，不过因应拄到天灾战争，可能面临断网断线。今年城镇韧性演习头一届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验证政府看机关的应变能力、民众备援能力，拢总14县市参加。中部大城举行8月7日下晡2点半，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甲嘉义县市展开30分钟降速演练。8月13换宜兰、嘉南、双北、桃园、新竹县市导入演练。当发生这种临时的状况、无预期的状况，或者是超乎预期的状况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可以做一个算是实验性质的一个测试。虽然说降点数可能还是会稍微影响到公务了，但是至少不是完全切断，因为完全切断，说一句实在话，那半小时到底谁来算？这届降速演练针对手机、4G、5G 的行动网络，受限部分包括热剧、传影片、行动支付、看社群媒体图片、分段备份、视讯的通话，暗个通话功能防在警告的消息无影响。另外，家用个网 WiFi 设来定位官方网络，会当正常使用。城镇韧性演习期间，民众还是可以用手机讲电话、传简讯，但若是真的有上网需求的话，可以透过连 WiFi 上网不受影响。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讲，通信演习不是台湾首创，日本、南韩、新加坡、欧盟拢有针对断电网络攻击的通信受阻碍进行做演练。对于南部无纳入降速演练，伊表示中部北部人口占73%，所以优先，所以推广到全国。不过 NCC 回应，南部演习伫早起10点，考虑拄是台股交易时段，真侪人用手机操盘，则无纳入。有些民众说：“哎，我那个时候网络速度跑得慢哦，那当然会影响到它相关的一些作业。但是我觉得，演习的目的就是模拟说战争来临的时候呢，怎么办？”专家表示，政府演习的目的就是要模拟战争的情景。立委指出，科技界对降速演练并无认同，要求政府说明通信受阻碍演习检验标准。记者采访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电信管理法的修正案，针对加轨道卫星业者，未来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了后，就免受到董事长在本国籍甲外资股份比例限制，是互这加轨道卫星服务承认要进入台湾的市场，更较有通春秋。台湾面临海底地缆不时防破坏的国安威胁，发展低轨通信卫星特别重要。立法院三读通过电管法的修正案，针对低轨卫星业者，未来经过主管机关核准，会当无受董事长是中华民国籍甲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大大放宽外资投入咱国电信市场的限制。针对这个条文的施行日期，是因为相关开放卫星业者跟相关执法订定呢，还需要一些时间呐，就是要做一些规划配套措施，所以施行日期是另外由行政院来订定。中华电信目前已经处理晚会无加轨卫星的商用许可，另外晚团甲台湾大哥大分别有甲亚马逊等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希望未来都会当处理商用许可。或者讲，俄乌战争中加轨卫星带来发挥保持通信的价值，政府爱摕来学习。海缆之外，那再来就是大家从战争可以看到，用卫星、低轨卫星来通讯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台湾政府就开始筹备这一块，自己来做，要从头做起，时间方面还是成本，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这版修法，中华电信表示，期待在兼顾国安定的前提之下，推动产业开放，入境国际低轨卫星业者参与，提升备援能力，会继续积极串联国内三零，推动本土供应链发展。外界风声这版修法，等于是为成年的国际业者来台提供绑定的法管依据。中档外资持股的门槛，不代表说其他的监理跟法遵责任都要一并免除。所以这个新法它采取这个主管机关个案审查跟核准，授权主管机关去另定申请的程序审查的基准。或者强调相关的通信控制、资料治理、甲法律责任一定爱达伫在地监理，为这服务会当跨境，也毋过责任袂当境外化。一旦有当心等的代志发生，政府才会当有效介入。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华警方伫咧鹿港抓到一个卖毒品的嫌犯，想袂到这嫌犯却是驶车来弄警察车，想要逃走，落尾3个人拢互压制，伫车顶又超出真济毒品。另外，中华警方嘛有抓到几件外籍人士去做诈骗的共犯，成功切断诈骗集团5亿外的金流。警察车甲嫌犯的车围起来，嫌犯哥北区想要逃走，最后警察用优势警力压制嫌犯。落车！警察！落车！落车！中华刑事警察队侦办卖毒品的案件，查出一位姓陈的嫌犯涉嫌咧卖2级毒品安非他命甲1级毒品依托米酯。进前警察伫鹿港执行查缉行动，抓到这位姓陈的摇头甲共车的2位嫌犯，现场查考安非他命甲制作依托米酯分段原料。本案查缉的证物部分有安非他命近500公克，还有依托米酯等相关器具，全案依毒品及妨碍公务跟公危险，移请彰化地检署申办。除了毒品案件，中华警察也连续抓到2件外籍人士担任车手的诈骗案件，其中一位马来西亚籍的查甫，假作是检警，甲被害人约见面提现金，警察提早布线排好，当场抓人。中华县警察局表示，除了投资诈骗，最近因为见到干路这项佚佗物仔真实行，也出现相关的诈骗手路。以时下最夯的战斗陀螺为诱饵，诈骗集团会在群组里面或是在社群平台刊登这个广告，那以低价特惠的方式来吸引买气。那我们彰化县那迄今已经受理了25件，财损是184万元。中华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透过和银行等单位的合作，成功阻挡民众汇款予诈骗集团的金额，拢总有2亿200多万，嘛成功斩断诈骗集团将近5亿外金流。警方嘛呼吁民众，若接到可疑的电话信息，拢爱提悬警觉，若有疑问会当卡105反诈骗专线查证。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9月19要伫咧日本的爱知甲名古屋举办亚运，即马已经进入最后60天的倒打算。这回咱台湾有400外位的选手要参加34项的比赛。咱运动部嘛有伫咧国训中心来举办宣誓仪式，做伙为咱的选手来応援。希望带给国人更多的热忱以及更好的关注。2026亚洲运动会进入最后60天的倒打算阶段，当日比赛的选手一个一个透过影片一突破自我规目标，向大家宣誓坚想要摕金牌决心。运动部长李勇表示，顶届亚运伊也是选手，新训的转换可以知影选手需要啥，这回包括交通、食大甲医疗服务拢有大大的提升。除了队医人数对7季增加到15季以外，因为这个比赛无设选手村，运动部也找找资源，打造3大中继站，让选手唔免烦恼后勤援助的问题。希望借由3处的中继站，其中在名古屋市区的育园小学校，会运用3层的空间来提供大家一站式的服务。希望将防护、运科、后勤资源打造成更加的完善。这届亚运，咱台湾拢总报名34项比赛，派出400外位的选手。运动部的后勤援助，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制定的训练计划，也让选手感觉真安心。伫咧奥运摕到铜牌，今年亚锦赛甲连续几落站的世界杯，拢摕到金牌体操选手邓家宏，也甲大家分享其的调整状况。身体的疲劳，然后跟一些伤势，其实都恢复到一定程度。而且国俊松今天的餐厅有加菜，然后就是农业部有那个有特别有这些食材跟水果，有这种大家一起为我们集气鼓励的这种感觉。已经有开始在做一些轻打击的动作，现在就是配合伤势去做一些训练，去加强我的弱点。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顶届亚运台湾拢总摕到19块金牌，不过摕到7块金牌，出练出兵，这回无列入比赛项目。不离有新增加5种比赛，包括自由车、计道等等，其他选手会当摕到好成绩。记者郭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另外一项台湾之光，也就是咱的山野。顶礼拜，咱有700公斤的山野是送去英国的伦敦，就算一粒卖价730块的台票，也是互人抢了了。所以来，咱就对公司国际记者亚峰的镜头，做回来看咱水果外交的成绩。好，台湾芒果在上周抵达英国，那么英国市场的反应如何呢？今天我们来到贩售地点来验收成绩。这间是英国唯一的台湾超市，就伫咧伦敦西南。去年拢伫伦敦上贵的邦街区之一的利奇门。
门一个撒开，拢是上熟悉的台湾味。店的中央上醒目的所在，放3粒拄为台湾空运教育的甜蜜蜜往来，一粒差不多代表1,300块的贵妇性价值电视。冰箱顶站是放这届的主角台湾酸呀。1月6号的时候采收，然后7月7号上飞机，7月8号就到店，所以我们从7月8号就开始配送给大家，然后跟在店里贩售。那目前的量就是大概剩2箱。顶礼拜拢总700公斤、200箱的台湾酸呀飞到英国，其中预购量有180箱，配送上远的送到苏格兰的亚伯丁。伫店内20箱现货，一粒卖差不多台票730块，总共计销无俗。也是有台湾学生囡仔专程为剑桥东伦敦远路走来，改一粒乡愁。头一摆食台湾酸呀甲往来的英国消费者嘛正捧场，有人试食一喙往来，都规箱拢买去。So today's soya milk. This and no sugar. Oh, that's the best one. Yeah, I remember last time you have bought the peanut soup. This one. Yes, and the red bean azuki bean. My goodness. It's so nice. 其实我们这边有点像里长办公室的那种感觉，就是干妈店小小的，然后大家会很喜欢在这边聊天啊，不管有没有买东西，他就是走进来，然后跟我们聊个几句啊。这间台湾超市以台湾人的热情服务，培养真侪主顾客，和台湾美食嘛正做介绍台湾的上好方法。台湾酸呀成功伫英国的市场试水温，顺利搭配物流了后，业者当要卖予英国的百货甲餐厅。业者表示，即马都欠一个大型的仓库来维持供需平衡。一个进口目标是中秋节的文旦油。公司国际记者洪安峰英国伦敦报道。2026年台湾美纪念指南公布，有一间号做义工的餐厅是已经连续9档摕到3粒星。另外，台南的舞蹈若是摕到6星、1粒星，也有年度的开业大奖。也若成德县的苏氏案也摕到1粒星，甲少年大总铺的大奖。新竹不是美食沙漠。欢喜甲伫台顶大会29岁少年总破赛柯老安是新德人，即摆有拿第一摆互新德县产生第一间1星餐厅，佮得到少年总破赛大奖。伊讲出来是做大小日本料理，高中毕业了后去日本进修，未来希望要佮回新德摕2星、3星。网络上一直被说新竹没有好吃的东西，就我一直听得很愤恨不平。就今天替新竹在第1颗星，就很开心。同款是2016年台湾米其林指南欧美也有台南的餐厅舞蹈，那为台南第一摆破两，成功摕1星加6星，也有米其林为鼓励过去12个月内成功开设，佮有创意概念料理风格年度开业大奖。虽然今年舞蹈爆发成是案事件，不过总破山影片会议员得到人气，甲米其林的舞蹈。不管是变动也好，从台东回到台南也好，我觉得都是给你一个新的挑战，让你知道如何改进。心中日常的美食之外，就是也有一些受到国际肯定的滋味跟味道。第9届台湾米其林指南有434间店头，比去年419间成长真多。今年有61间餐厅得到1星、2星，或者是3星肯定。今年3星餐厅依然是泰瑞、JL Studio 甲义工。义工是连续9年拢摕3星。另外，过去被公认的为主是嘉华hen，这摆也总算抱回1星的评价。采购啊，不管是同仁啊，我们自己都要每一天来验货啊，多一点来尝试，把这个讲座当成是我们的一个鞭策。一年一摆米其林指南，那豪总破赛愿望跳车，也是真侪人去找找美食的指标。对国内最近爆出上游问题，国家业者的发声，会国家细致挑选安全无问题的油。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今年的口湖看水庄已经正式起工，遵照鼓励，在民众要打饭打放水顶看水庄，来对输伫咧145年，因为做水灾过往的先民，也提醒大家要敬重大自然。10外自乐的居民打饭打用布链的去万人抢祭拜。西元1845年农历6月7，一场强风暴雨，予云林口湖、四湖沿海地区霜冻甲真严重。造成在地先民罹难，灾后地方居民为着要超度这水灾的亡魂，当年农历6月7、7、7、8，拢会举行追思的祭典。
万善爷庙都有一个委员会，那每一个委员会都依照他们本身的一个习俗跟祭典的方式来呈现。婚姻管府表示，口湖牵水庄伫咧2010年列作是国家重要民俗，雪尾互保存者金湖万善爷庙、蛤蟆寮万善祠、下寮万善爷庙举办打饭打、放水灯、甲牵水庄等等仪式，用灯纸固水庄引导亡魂去哩岸顶，嘛是全台湾规模上大的水灾祭仪。道教可以初7是放水灯，初8是点状、转状、倒状。发挥阮是叫做起庄叫牵庄，起庄叫牵庄，就是甲遮的亡魂生起来超度。这个过程阮叫做起庄牵庄。第遮阮就是拍开心来讲，为什么阮要来参加这个活动？为什么这点爱留的伊是有什么意义？文管处嘛讲，今年除了祭典，嘛有文化推广，互更较侪少年人加入打饭打、做水庄工艺体验，嘛用导览人才培训，希望互更较侪少年人熟悉地方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第37届团结金曲奖要伫个8月22日来颁奖。今年歌仔戏演员李正峰是以做七卡专辑入围6项。当日李正峰嘛返去伊的故乡南投来演出，甲乡亲来分享入围团结金曲奖的好消息。台顶是李正峰歌仔戏团扮演的是杜丽娘，这出是改编徐东演绎的古彩戏。李演接受李正峰是南投草屯人，顶日返去故乡南投搬戏给乡亲看。做外台戏无简单，亲像下晡彩排的时阵落大雨，后台嘛咧压雨。拄啊风雨来吼，就是真大措手不及吼。安尼雨棚落雨破空，你看做戏人的辛苦就是吼，透风落雨嘛爱行，为着要传承，为着这个歌仔戏的文化，就是较艰苦嘛爱做。李正峰投入歌仔戏超过30档，捌摕过文艺的奖章。嘛捌摕过团结金曲奖，今年第37届的团结金曲奖，伊的专辑阁入围6项。这摆伊是突破传统，加入 jazz， 互歌仔戏展现着多元美人的面貌，互东方和西方融合。里面敢若咧啼笑共款，里面都爱唱到足可怜的伫咧转变的时阵，迄个情绪非常的困难，包括这个音乐，拢是迄个歌仔爵士乐。即摆咱这个曹七巧有入围6个大奖哦。李正峰表示，歌仔做七卡，台湾这次戏剧专辑，希望互更较侪人看到传统艺术的无限可能。唔管搬什么，伊拢尽力去做。伊讲，因为伊真爱歌仔戏，嘛会甲这个热情继续传落去。记者安秀南投报道。台语现代诗选伫咧7月16正式出版，拢总有收录105位诗人的创作，并且李美清就讲，这内面是选用教育部推荐台语汉字甲台语重新编修过，希望会当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的读者嘛会当做伙来欣赏台语诗。迄一日，海涌起圣地，出手将阿嬷的爱车落海底。阿嬷只是点点坐伫海边，用目屎参与心爱的人讲话。甲爱伊寄托伫深海，这首收视海记是40多岁陈庭轩创作的台语诗，作品就收伫李美清编选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当年研究台语文学学者李美清，甲包括战争出培火热河的诗，到2020年后，温石桥的诗，拢收伫新出版的台语现代诗选内底。希望带读者重新认捌台语诗的文学发展。呈现一个成果出来，这嘛会当带动客语，也是讲原住民语诶母语的书写。刷来的台湾文学，咱讲导引高雄台湾的文学，就真正会当去甲大家讲，咱真正是足多样，毋是单一的语言。台语现代诗选拢总收录105位诗人甲诗作，用教育部推荐台语用字甲台路重新编修，降低阅读的难度，互一般读者嘛会当亲近台语诗。出版社表示，这摆重新编的诗选，除了经历100多年的文学发展，嘛希望互愈侪人了解台语文学有侪出色的作品。甲台语文学的历史
重新展现互大家看以外，嘛希望透过这3本文选内底所要表现的一寡价值观、审美的观点，认捌到台语文学到底是倒位厉害，吼，倒位水开。出版社进前嘛出版过台语现代小说甲散文，即马甲台语时选上尾一个斗图斗起来，呈现台语文学丰富的背底，互读者看到累积100多年来台语文学的成果。记者郭志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伫新闻最后，咱搁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6度至35度，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东部地区26度至34度，一个外岛地区26度至31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